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日是12月20，诗篇119篇49节安尼讲：求你会记得对你罗卜的应允，因为你予我有望。三甲来祈祷，应允予阮有望的天父，愿感谢你。主啊，你是信实甲永无改变的上帝。虽然天地拢会消失，不过你永远存在。因会亲像衫穿破去，你要将因改换，亲像改换衫，因就变换。独独你永无变换，你的血受永无穷尽。主啊，求你听阮的祈祷，予阮求救的声透到你的面前。主啊，阮伫为难艰难的日，求你毋通面越走，毋看阮。求你阿耳空听阮。主啊，阮吐气的声，你有听见？求你会记得对你仆人的应允，因为你予阮有望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感谢主，伊是应允咱，予咱有稳望的天父，因为伊的信实永无改变，伊的阻碍永远伫咧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